如果你都想今個中秋過得同人唔同人，翠明江南限定觀潮之旅，震撼超低價，滿足你對高端旅行嘅所有想象。一年一度潛塘江大潮，我哋為你準備 VIP 專享雅座，避開人潮，從容欣賞萬馬奔騰嘅壯觀。奢華入住兩大黃金地段酒店，上海外灘茂悅酒店望住黃浦江入睡，杭州君悅酒店行出門口就係西湖。中秋正日 VIP 包船遊西湖，月光灑滿湖面，呢種浪漫只屬於少數人。蘇州園林嘅巧奪天工，御窯金磚嘅皇家氣派，一步一驚喜。無錫秋天最溫柔，源頭渚湖光山色，小樓巷老街故事，離湖公園漫步黃昏，漫步杭州湖濱步行街，感受都市與西湖交匯嘅活力，走入西溪國家濕地公園，靜靜擁抱自然。烏鎮神霧如絲，小橋流水人家，感受江南最溫柔嘅時光。上海最新打卡點，張園文化新地標 ，LV 巨輪路易號藝術裝置，西岸夢中心龍騰大道，潮流與經典交匯，舌尖上都係享受。特別安排每人一隻陽澄湖大閘蟹、母蟹。米芝蓮黑珍珠雙料餐廳老興鮮，品味正宗上海本幫菜。君悅酒店專屬豪華海鮮自助晚餐，盡情滿足你嘅味蕾。翠明假期一年一度中秋觀潮車旅，緊辦4團，保證成團。2026年9月22號、23號、24號、25號出發，呢個中秋等你一齊出發。